各位伫现场，以及通过网络来做伙敬拜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的礼拜要来开始，宣调，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互阮，愿意用仁慈款待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互万国捌你的救恩。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万民拢学了你，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引带世周万国。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万民拢学了你，土地有生产五谷。上帝，阮的上帝有赐福互阮。愿上帝赐福互阮，愿全地拢敬畏伊。请咱兄弟姊妹继续来备办心，伫今仔日的敬拜。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不管是来到伫现场，也是伫厝内通过网络来敬拜的正圣道，你所疼的囝儿，拢伫你的保守看顾下面，
今仔日都会当通过信心的交通甲帮赞，来到你的面头前来敬拜你。主啊，恳求你的信心继续来激励阮，为着这疫情继续来祈祷，嘛伫这个中间来思考，主上帝你所要成就的代志是啥物？也因为这个疫情，全世界生活的习惯、结果、社会的这个流动开始慢慢的改变。环境嘛，伫改变。主上帝，阮毋知影你的旨意是啥物，总是恳求你授予互教会，互阮基督徒有明醒的心，有属灵的眼光，会当来看去讲，上帝，你必办要成就的代志是啥物？主啊，伫这中间，检查阮无法度得世界走，总是检查你是通过安尼。还有搁较侪时间，安静伫你面头前来祈祷、读圣经、灵修、亲近你。所以主啊，不管你伫阮个人的身躯上，你要成就啥物款的旨意，你要完成啥物款的工课，求主你的信心拢拍开阮的心门，来领受主上帝你对阮的计划甲安排。当今仔日。阮的礼拜也需要主上帝你的神充满一只运行伫阮的中间，互不管是一现场，也是一厝内的兄弟姊妹，拢有你的信心的保守甲看顾。通过这场礼拜，领受对你遐济济恩典甲启示。阮将今仔日的礼拜继续仰望交代伫你的手中，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来领受今仔日咱要来看的圣经节，记载自新约使徒行传13章1节到12节。新约使徒行传13章1节到12节，由我来读，咱大家来听来看。13章第1节，安提阿的教会有几啊个先知甲教师。就是巴拉巴，互人叫做乌人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甲分封的王希律做伙大汉的马念，以及扫罗。因在敬拜主敬者的时，信神甲因讲，就为着我指派巴拉巴甲扫罗去做我呼召因做的工作。因敬者祈祷了后，甲因按手差派因出去。巴拉巴甲扫罗已经受信神差派，就落去西流基，对遐坐船去塞浦路斯。因到撒拉米，就伫犹太人的会堂宣讲上帝的信息。约翰马可嘛去遐甲因协助。因行透全岛来到帕弗，伫遐拄到一个行法术的人，是犹太人的假先知，叫做巴耶稣。伊甲总督事求保罗有交陪。这个总督是贤明的人，伊请巴拉巴甲扫罗来，要对因听上帝的信息。不过，这个行法术的伊鲁玛，伊鲁玛是伊的希腊名，反对因两人想要阻挡总督接受这个信仰。不过扫罗嘛叫做保罗，互圣神充满。家己言讲，你这个无几啊囝，你是一切公义的对敌，充满达款邪恶甲诡诈，故意歪曲主的正直的道路。打你看，主要甲你刑罚，你会青眠，暂时袂看去日光。伊鲁玛的目睭随时互黑暗打地，去延远，以世界网找人甲伊牵。总督看到所发生的代志就信，对主的假释感觉真稀奇。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毋知咱大家已经是第几代的基督徒啊？我想有人是初代，有人是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第五代，甚至咱是主日学顶面，嘛当找到有第六代或者小朋友。总是咱讲知影讲，咱的祖先，也是讲咱的信仰前辈，因是安那信耶稣的。因是安那接受这个信仰的，咱敢捌听过咱的信仰前辈来讲因信耶稣的故事？我想咱会当对咱的前辈听到这个故事，不离啊趣味，其实嘛是真有意义的这个代志，嘛是真有意义的代志。我想这有几位宣教师的名。大家应该拢真熟，大家拢应该拢真熟。比如讲马雅各医生、甘威灵牧师、巴克利牧师，也是马街牧师。这个宣教师，因伫即个1864年一直到1945年的中间，因分别对英国以及加拿大的长老教会受差派。来到台湾，直接做宣教的事工，将福音定根伫即个所在。我相信咱侪人，咱的祖先、咱的信仰前辈，会来信耶稣，会来接受这个信仰。这个宣教师，因的慷慨福音慷慨，影响真大。总是一因进前，其实台湾17世纪，当荷兰人甲西班牙甲咱统治的时，其实上时嘛有济的宣教师来到台湾，直接传福音。小牧师本身我就是第五代，对阮妈妈安尼算来第五代。我的祖先就是一荷兰人的时阵来信耶稣，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总是咱来想看卖啊！当时英国甲加拿大。会当对因的教会差派宣教师来到台湾，那安尼来想，当时是上将福音早去到英国，上将福音传去到加拿大，这个欧洲、美洲的国家，是倒上传去到遐，互英国甲加拿大会当建立教会，是上传去到遐的。当然，咱拢知影。福音的起头是啥？福音的起头是啥？主耶稣嘛，主耶稣基督伊的福音的开始，就是对以色列的加利利来开始的。总是对这个巴勒斯坦这个所在，加利利的这个所在，是个上将福音传到即这犹太地区以外的所在咧。今仔日，咱就要通过这段《使徒行传》的记载，来看去初代教会源起头是安怎来做这个传福音的差派。详时嘛来了解讲，福音队员的选择以及装备到底是安怎？讲到这，牧师邀请咱掀开咱的圣经，照常掀到咱周报的这个大纲，一面听，一面来看，来做笔记。咱也是用路加福音的这个结尾来演说使徒行传的记载的话，咱就真明白看起一件代志。当主耶稣就天信心降临了后，这个军队耶稣的门徒继续拄着迫害，特别是指这个司提反。伊顺道受杀害了后，济的信徒开始逃亡，开始逃走。因走去倒位？有的人走去到腓尼基，有的人走去到塞浦路斯，有的人走去到这个安提阿这个所在。总是真奇妙的是安怎？因虽然逃亡，总是因将福音早去到伫因逃亡的所在。将福音定根在迄个所在，所以不管是走去安提阿、塞浦路斯，还是腓尼基，
因到迄个所在开始传福音，互济济人信主，嘛一下建立教会。特别今仔日，咱看到安提阿迄个所在，开始有人来信耶稣，这个教会建立起来。后来，耶路撒冷的教会知影这件代志了后，因着差派一个人前往安提阿来关心，迄个人就是巴拉巴。当然，巴拉巴去到遐关心，毋是去问遐人讲：恁食有饱，恁穿有小无？这种外在的平安、肉体平安，毋是巴拉巴去关心，毋那是关心这个代志。伊搁较重要的是用信仰。用教义、用成全的这个福音，继续来诱使逃亡去到安提阿的这个信徒，互因信仰会当坚固，会当徛在无地到乱落。后来巴拉巴伊嘛去找着扫罗，伊邀请扫罗讲：来，你甲我做伙去到安提阿这个所在，做伙去遐服侍。做伙去遐坚固这个人的这个信仰，虽然看起讲巴拉巴甲扫罗一遐毋若教导因信仰，嘛互伊肢体的交通会当建立起来。那肢体交通建立咧，就是帮助因来设立礼拜，以及有一个团契的这个生活，并且这间教会因是信心的感动甲引出下面。因将因的信仰来实践出来，他们实践他们信仰，因将信仰来实践出来。咱若是手头的圣经，咱让献到《使徒行传》11章27到30节，《使徒行传》11章27到30节，直接有记载，这群逃亡去到伫外邦，应该是软弱的肢体，总是因安那实践因的信仰。因捐献金钱来协助其他的教会，因捐献金钱来协助其他的教会，因应该是软弱的，总是因做到安尼的帮助。咱来想，这若毋是信心的感动甲保守、守事，因哪有安尼的信心甲气力呢？后来安提阿教会对外的事工。就毋那是物资、金钱上的这个协助，是灵性上安提阿教会，也就是今仔日咱所读到的圣经节，因伫灵性上开始对外差派人出去传福音，差派人出去传福音。咱来看那经文，经文并无记载讲迄一日刚是主日，也检查安提阿教会平常时。都安排一段时间，带人组织一下来敬拜上帝。当然，有侪的神学家嘛去研究讲，到底初代教会因的礼拜形式顺序到底是安那？总是到即啊，也无一个结论，也毋知影讲初代教会是安那咧敬拜上帝，礼拜程序是安那？总是相共款的是，初代教会伊咧敬拜，甲即摆教会相共款。有一群的服侍人员，即引带兄弟姊妹去敬拜。咱来看安提阿，因的服侍人员，就是引带人敬拜即群人，因是一群先知甲教师所组成的。好，即群人因咧引带安提阿教会去敬拜，因是啥呢？经文有记载讲，因分别是巴拉巴、西面、路求、马念甲扫罗。咱看去讲，这个属灵的领袖，这属灵的领袖，因为着要来引带人来礼拜，因做啥物款的备办？因用禁食祈祷，因用禁食祈祷来备办家己。伊毋望家己当专心主持，伊毋望通过因敬虔的备办，上帝通过礼拜，手术感动，手术亮光。互教会会当得到启示，所以咱看起今仔日的经文记载讲，安提阿教会因为有一群敬虔的宗教领袖，只遐带礼拜，
全教会拢得到信心的感动甲启示。阿门。咱有看到今仔经文安尼描写无？全教会拢得到信心的感动甲启示。伫即场礼拜内底，信心安那启示人，用声音，也就是话语，用话语来启示人。信心按教会讲话，讲啥物？信心伊讲，就为着我指派巴拉巴甲扫罗去做我何中因做的工作。在人看伊讲，禁者祈祷的，只有即几位先知甲教师。即几位先知甲教师，因为禁者祈祷来避放家己，直到全教会一日的引出下面，通过礼拜，所有的人拢得到信心的充满感动。所以因着逐人拢顺服信心，互因的反复。另外，既然全教会得到信心的感动甲反复，是通过这属灵领袖因的禁者祈祷所得到，所以因也继续用禁者祈祷来避放家己，做这个车牌的这个仪式。因用安尼是期待讲，受车牌出去的人爱真清楚，知影讲，这毋是你个人的旨意，这毋是你个人的意思，讲我要出去传福音，毋是。是全教会拢得到信心的感动、信心的反复，所以你得到教会支持，当你受派出去，你去传福音，这是一方面。佮另外一方面，互人知影讲，你今仔日受差派出去，背后有教会对你的支持，因为这是全教会所得到的感动。阿门。这也是为什么？逐摆教会若是要差派福音队出去的时阵，拢是伫这礼拜中间，通过牧师丢落的按手，全会众的祈祷，只下来进行这个差派。用安尼是要互差派出去的人知影讲，当恁今仔日出去，是因为有得到信心的感动。当恁今仔日出去，有全教会真多你的支持。阿门。受差派出的人是得到这，有教会甲我支持，这是信心甲我感动的。接说巴拉巴甲扫罗，就是信心的引出下面，因前往一个叫做西流基的所在，遐有一个港口，因就伫遐坐船前往塞浦路斯。塞浦路斯是一个什么款的所在呢？伊是地中海的第三大岛。安尼看来，信心是要引出这两个宣教师前往犹太地区以外的所在来传福音。因坐船开始去到塞浦路斯东岸的一个所在，东岸的一个城市或者撒利亚米。因至撒利亚米这个所在的一个港口靠岸了后，一落船，随时信心感动因做一件代志。你去到犹太人的会堂，去甲因的同胞犹太人做伙做礼拜，敬拜上帝，找机会一遐来分享福音，互因知影救主耶稣拯救世间人的好消息。伫这中间，咱嘛有看见有第三个人伫这中间哦。圣经描写讲，信心反复几个人出去传福音，敢有两个人对无？巴拉巴甲扫罗，总是因边仔对一个啥物人？约翰马可。圣经记载讲，这个约翰马可这个少年人对伫边仔带因协助，会当互因专心来传福音，会当互因专心来做工。经文安尼记载，总是实际上约翰马可对一边仔是咧学习。简单讲，巴拉巴甲扫罗得到信心的感动。总是伊引带这个少年人做伙来学习，因要看教这个少年人，互伊一边仔斗帮忙、斗学习，实际会一只操练。所以咱看到这个福音的团队有合作，有相配合，而且安那都有看教，都有传承。有看到无？两个人受差派，但是有传承。
有教导，有配合，有合作，这是整个福音团队咱一初代教会来看去的。不过有帮助因的人是因的边仔，因嘛有信心，甲因同在，守护因困难，总是嘛有阻挡因的困难来存在。因原底是东平东花，这犹太会堂往犹太同胞传福音，对无？接续因就都行去到西花，就是塞浦路斯的一个因的首都，或者帕弗的一个城市。啊，这个总督伊就是这个帕弗这个城市内底。是安那巴拉巴甲扫罗要去到帕弗这个首都咧？是因为总督知影讲，这两个人因咧传福音，所以邀请巴拉巴甲扫罗去到遐分享福音。因为伊想要啉捌主，总是经文记载讲，这个总督的身躯边有一个人，伊是行法术的，伊是交鬼的，伊自称是先知，伊是一个犹太人，伊的名或者巴耶稣。这个行法术的人，伊想要阻挡这个总督来听到福音。咱会感觉真奇怪哦。这犹太人伊较敢做这种代志。总督一个大官讲，我想要对巴拉巴甲扫罗的喙中听到耶稣的故事，你较来甲我阻挡。经文安那记载，伊讲这个巴耶稣私底下甲总督安那有交情嘛，交情袂歹。总是伊真正的目的是安那？真正的目的伊是惊今仔日总督若是信耶稣受洗了后，这个行法术的敢有法度倒是伊的身躯边骗食骗啉？无法度嘛，无法度。到另外一方面，邪神的困难是无法度赢过信心的。所以邪神一直把这个行法术的人塞弄你，一定爱去阻挡巴拉巴甲扫罗。就安尼，这个行法术的人去到总督的厝内底，巴拉巴甲扫罗一面一遐传福音，一遐咧解说信仰，一遐咧讲耶稣的时阵，这个行法术的人一边一直遐交叉，一直遐辩论，一直遐闹。总是，这是上帝所允准的代志。上帝允准所有的条件，阻挡伊的困难存在。为什么？因为上帝要通过安尼。互人看去讲，世神的困难较赢过人的计谋，甲邪神的困难。阿门。面对这个行法术的人，以及这个背后一遐塞弄的邪神，扫罗也就是保罗，伊互信心充满、感动，然后大言，并且信心都感动保罗讲：你爱来宣告上帝要安怎刑罚这个人。唔知影，咱咧看这段圣经的时阵，敢有发现一件代志？这个路加医生伊咧写《使徒行传》的时阵，一开始称呼伊做巴耶稣对无？后来称呼伊做安那？伊鲁嘛。伊无得要用阿兰文的名来称呼，伊要用希腊文的名来称呼，是安那？因为巴耶稣这个名是阿兰文的意思，或者耶稣的囝，巴耶稣，耶稣的囝。总是真口说的是，保罗一出嘴，伊安那责备这个人。保罗一开口怎么责备？你这个魔鬼啊囝！意思是安那？你做一个犹太人，你家己号名叫做耶稣的囝，总是你所做的代志拢安那？拢你反对上帝。你拢咧阻挡福音，所以路加医生，我相信伊咧记载的时阵，伊会感觉讲，这个犹太人安那，伊不配用巴耶稣这个名，你也是继续用希腊文的名安那，伊鲁马来称呼。所以上帝通过保罗宣告，要甲刑罚，要互伊目睭来清明。总是咱来想，啥要刑罚，互伊目睭清明，会当互伊变恶狗的啊？啥要互伊变做青梅？因为这个人的心去互啥会交了？
叫啥神交了？伊的心是安那？是硬，伊的心是青迷，看袂起真理，他看不到真理，所以上帝互伊目睭安那？暂时青迷，毋是以后拢青迷哦，暂时青迷。所以上帝有缘有留机会，互伊悔改，对无？留机会互伊悔改，只是互你暂时青迷。毋望你目睭都金起来的时阵，你心灵的目睭嘛会使安那？得到光明，心灵得到精英。这声总督因为见证了信心的大开力，伊就真清楚啊！这现场啥是真的先知，啥是假的先知。原本佮想讲福音会因为人一遐主动，邪神魔鬼一遐搅了，就无法度将福音传予这个总督。总是，既然今仔日巴拉巴甲保罗会去到塞浦路斯这个所在，然后总督会邀请因去，这整个的听书拢是信心引出感动的话。那安尼，信心嘛会收束互因应该讲的话，应该行的事，甚至互因所宣告的代志，拢有得到成就。阿门。信心要互所有的证人看去讲一件代志，传福音的人有信心的气力，甲因三甲地底。阿门。你有卡无无？传福音做宣教事工的人，拢有信心的气力，甲因三甲地底。我想通过这场属灵的征战，啥是真的，啥是假，啥有上帝气力三甲地底，啥一只所讲的确是真理，总督已经非常清楚。伊嘛真稀奇，伊是这个真稀奇的中间，伊愈较来感觉讲保罗甲巴拉巴所传的福音，安那嘛真奇妙。是安那，伊目前看到这个新约。伊要听起一件代志，这件代志是啥物？这件代志就是上帝囝正做人的形来到世间，伊叫做耶稣，伊是拿撒勒人，伊为着世间人来钉死在十字架顶，总是3日后，伊有安怎？伊有个活，然后就天，伊应允互打信的人，只要信的人。性命拢会得到重新改变，然后应允所有信的人，未来肉体拢要安那得到高活，然后有永远的活命。所以总督只遐看到新约，都听到安尼奇妙的福音，伊就欣赏，伊就信，伊就来受洗。所以安尼看呢，各位兄弟姊妹，咱的福音事工、宣教事工，我可的毋那是咱的才情。咱的文书、咱的聪明，也是咱的口才。更较重要，咱的挖克送甲咱三甲地底，咱爱挖克信心甲咱同在。只要有信心甲咱同在，伊会带来互咱意料袂到的这个保守甲修饰。所以通过今仔日的经文，咱嘛知影讲，祈祷的功夫甲操练，绝对袂使平淡。都通过祈祷甲上帝的话。咱正通对信心来领受，咱应该讲的话，咱应该做的代志。通过这段经文，咱看去讲信心伫伊所预定好的时间点，使用伊所呼召的人，启示因爱讲的话，交代因爱做的代志，然后互因所宣告的代志，拢有成就，拢有成就。今仔日。这段经文所记载，最后这个总督听到福音来信。这件代志对巴拉巴甲保罗来讲，毋那是一个人的灵魂得救，毋那是一个人的灵魂得救。来，这个总督是啥物所在的总督？塞浦路斯这个岛的总督对无？这个岛的总督伊安那？伊信耶稣，然后。伊敢会支持巴拉巴甲保罗伫这个信仰顶面的宣告，会支持无？我相信巴拉巴甲保罗伫这个总督的支持下面，因的宣告事工会安那非常顺利。所以我相信一日当下，不只是东华，即个犹太会堂的犹太人信耶稣得救，
甚至是全部塞浦路斯的人，拢要因为福音安那灵魂得救。今仔日咱会使，咱伫台湾即个岛屿，请问台湾离家离你偌远？足远对无？啊，总是咱是要伫台湾即个本岛听到福音，然后建立教会，信耶稣，得到永远我的应允。明明台湾甲家里离较远，咱是安那会当来得救？咁毋是，就是当初巴拉巴甲保罗，因用敬虔的生活陪伴家己。当信心呼召因的时阵，伊就马上回应，顺服这个呼召。然后担当教会福音的宣教使命，因就出去照信心的引带来传福音。然后不只是去传福音，因所教的这个所在，嘛来建立教会，培养人、操练这人继续出去成做福音使者。就因为安尼，巴拉巴甲保罗去到达所在传福音，建立教会，操练人成做福音使者。然后才其他福音使者都安怎？继续出去传福音，到最后，这个福音对巴勒斯坦、西亚地区这巴勒斯坦开始传入去欧洲，传入到美洲，后来都传来到东南亚地区，最后就传来到是台湾这个所在。今仔日咱让坐一只做礼拜，兼毋是冤起头，有人顺服信心的引带甲呼召，所以咱才会当来信主得救。有阿门无？总是我要讲的是，基督教来到一台湾，只有100几冬的时间嘛。我讲我是第5代嘛，荷兰人的迄时代，至少嘛有200几到300几冬去啊嘛，对无？总是有统计啊。台湾目前信主的基督徒占几趴？可能6%尔。所以咱宣教的空间，敢是犹阁遮大。咱传福音的机会，敢是犹得遮济？也有济人还未听过福音，也有济人检测有听过，总是对这个福音安那无啥熟悉。各位兄弟姊妹，哪有愿意成做福音的使者无？今仔日信心通过教会，甲你呼召的时，你敢要回应？你敢要顺服？每一当圣诞节到的时，要出去报佳音，你有要参与无？你要通过诗歌，还是讲分宣传单，甚至分糖啊？通过安尼机会，甲人讲耶稣无？甚至讲是咱的生活，咱食头路的所在，咱敢有好的见证？当有人主动要人问信仰、问耶稣的时，你敢准备好？甲人介绍，甲人解说。每一当的暑假一到，教会嘛有下几下校甲福音队啊。你打算用什么款的方式做伙一只来投入？我相信传福音的事工真济，真济方面通做。不过，毋若是叫咱做尔定，毋若是讲啊，我要做啥物尔定。今仔日的经文，互咱一个真重要的前提。这个前提是啥物？很重要的前提是啥物？要有敬虔基督的生活。今仔日巴拉巴甲保罗，因会受到信心的呼召，兼毋是因伫平常时常常通过禁者甲基督来陪伴因家己吗？通过禁者甲基督来引带教会吗？也因为有安尼的人，圣神使用遐个陪伴好家己的人，来将福音传出去，互更较侪的人来得到这个福分。阿门。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其实你手术，互阮教会有真济的礼物。因为通过教会，阮看见济济人才，有真济的遮个恩赐，
主上帝，这拢是你装备互阮的礼物，总是求你的信心帮助阮，互阮回头来操练阮敬虔的生活，来操练阮祈祷、读圣经，互阮会当对这个中间咧得到信心的感动甲启示，甚至互阮全教会拢是安尼敬虔的生活下面，全教会拢得到信心的充满甲感动，而且互阮真清楚的启示，互阮真清楚的吩咐。不管是做啥物款的宣教事工，主上帝，阮真正需要得到对你遐来的启示。总是今仔日通过这段经文，互阮的提醒就是，阮大心爱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阮爱常常祈祷，甚至是禁食，安静伫你面头前来领受你的话语，领受你的启示。主上帝，阮感谢你，你有授予互阮温书这的礼物，总是阮更加需要你继续来操练阮的灵命。愿主，你当继续照今仔日你互阮的话语安尼来操练阮、提醒阮，互阮未来教会事工有目标，有全教会共同的感动，做伙来服侍。主，愿安尼向你祈祷、感谢、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牧师一只简单来报告。咱现场的兄弟姊妹，咱手头有招报，会当家己来看。一咱网络顶面进行礼拜，兄弟姊妹嘛会当通过手机来看这个电子版的周报。这个5月份的这个12月的这个中职，有简称长老执事，有这个黄传俊甲李正义。是后礼拜。湾起头有定好要来召开这个中职会，总是配合这个疫情的这个防护所以是共款是用这个书面的这个方式，伫网络顶悬来进行。伫后礼拜是由这个团队要来主持原底总会所有定好的青年的这个主力，所以咱嘛为着后礼拜这个张团队一只主力甲服侍，为着伊来带导。为着后礼拜、下礼拜来带导，是后主日牧师要转去到南部登山教会，伫遐来主理讲道。原因是因为登山教会的青年邀请我去，是因的青年主理一只讲道。所以迄一日我无伫这个教会，一只互大人知影。最后上重要的代志就是讲，继续咱基督徒要有好的见证，好好保护家己。好好保护家己，做好清洁甲消毒。以上，咱做起立，咱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感动引带，甲阮三甲弟弟，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别倒散会。
好，咱平安礼，咱起立互相请安，按照讲述的方式来请安就好。